不好意思，这个车票我可以留下来吗？就这。你好，我叫刘英辉啦。我是种子基金会委托我来做3线的田野调查，不晓得你方不方便接受我访问？我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，真的。方便给我一点时间吗？不方便，不方便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啊。谢谢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我的访谈时间不会太长的。我不管你是什么基金会啦，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了。我该说的啊，都已经跟你的同行讲了。同行？你们这些记者，问来问去，还不就是那些问题？对不起，我想你误会我的意思了。你们以为问几个问题就能够了解我们的想法，对不对？我跟那些记者不太一样，真的。你说你跟他们不一样，你哪里不一样啊？你是客家人啊？那你知道什么是客家吗？有天报。哦，两位搞不你啊？等你了解什么是客家，再来找我。来，你们好。来，满脸宝宝，李老师呀，欢迎梁正义哦。谁的？谁的包包？好，走。哎呦，哎呀，各位啊，好了嘛？啊，感恩啊，老哥哥姐姐哈，再见。后生人，哎，你等一下，后生人。老先生，你喊我有事啊？就是我刚刚不小心哦，有听到你跟站长的说话了。不小心啊。对了，就是
我刚刚就在检票口的旁边呐。哎，对，可能你没有看到我。没有，不好意思。大家都叫我铁吉叔啦，你也可以叫我铁吉叔。铁吉叔。哎呀，他是我的孙子，他叫嘎恩啦。这个小朋友是你孙子啊？是哦。怎么样？是吗？没事啦，我在火车上有见过了。那么笃厚啊，还嘛？哎，嘎恩啊，你有看到你阿宋哦？哎，很敏啊。哎呦，这个小孩子哦，他是有点怕生啦。没关系啦。怕生了。刘先生哈。对，我叫刘英辉，叫我英辉就行了。哦，刘英辉啊，哈。哎，其实哦，你也不要怪站长，他人很好嘞。前一阵子哈，那个有很多拿那个记者，哎呀，来访问他，他也很热心的在回答他们啊。可是哈，第二天报纸登出来的哈，跟他讲的不一样啊。哎呀，然后再加上现在是停驶的敏感时刻上面叫他说，少讲话啦，这样子。这一点我了解啦。不过站长他也没有真的拒绝我，我还是有机会可以访问到。你刚刚说你在做田野调查我告诉你，我们这里的风景呢是别的地方没有的啦，而且我对这个地方很熟。你要访问谁哈？我跟你带路。其实我也没有特定的访问对象啦，就是只要对这个地方熟悉的人就行了。那我就是啊，我就很熟啊。那你可以访问我啊。不行哦。我跟你讲，我是在这边做铁轨的啦，已经做60几年，我是老技工了。对，你可以访问那个老站长。老站长是？还有老站长就是那个站长的爸爸。老站长哦。呀，可以啊。那麻烦铁吉寿公哦，带我去找一下。不是你不要叫寿公，叫铁吉寿就好了。川啊。你现在应该是还没有决定要住哪里哈？还没。我跟你介绍一间民宿很便宜的，那头家娘人很好嘞。这样子。对呀。那麻烦。好啊哈，走，来，阿公爸哈，来。很过一点位了。就转个弯哈，就到了。有風啊！有風啊！你要見下我有。你幾叔？要見下我。頭家娘啦。你幾叔啊？大聲啊！唔記得想見下。哎呦，我是頭家娘。老闆娘你好。100年才。請問你幾多歲哈？幾歲？幾歲？快30了。有在做事哈？有結婚嗎？没有。有没有女朋友？老闆娘啊，住在这里的人是不是都要身家调查？但如果是这样，我去别的地方住。没有啦，我这个人就是热心呐。那个没关系你要怎么住就怎么住。好。真是好。干嘛啊？嘿，几叔哥，我来啊。唔会，俺介绍帅哥。香马盖。姓刘。刘先生，我女儿。是你啊？你不会也住这边吧？凤凰民宿是我家开的啊。你用啥认识哦？也不算啦，刚刚见过，报纸上也看过。你看过报纸哦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这样做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啊！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啊？你自己刚才在车站，还不是被我爸训了一顿？你爸妈去哦？站长是你爸？是啊，站长是我爸，村长是他妈。还有来，要住我帮你拿，来，不要客气。铁吉，我自己来。顺风啊，老六，干我啊，老六，来，我自己来就行了。没关系，你要住多久住多久，住到变成一家人都没有关系。好，来。
金凤。哦。你救无来咧，万奈就会永存的。哎，阿金凤啊，你找本嘢出下班，忙水么就叫来了，为变了变个，哈？再个冇叫，我就会用到了位了。金凤。好得啦，我还有热了奶团嘅兴趣啊。用这条线停脱咧，该用时退休下来，我也唔会知道冇乜嘅生气嘅。我讲你做嘛该咧？你有创哦，风体暗叫咧，万年底啊，喺路嘅行做得做唔得用诶。一定很做得用嘅啦。好啦，你会专心冇？我想去这个变加一下。唉，看唔下去啦，我来天数啦。你去介位啊？做了伊。叫起来哦。做嘢啊？係啊。唔係做定做先生嘅，偏偏咧，做先生做得。對對，哎呀，躺下就先講，躺下先講，躺下先講。乜真係嗌先講，嗌先講，講啊！就叫佢嗬，叫我阿伯，因為阿伯一直唔見得，樣樣。慢講聽，慢講聽咩？係我咧。唔該唔該講乜㗎？嚇？嗌阿伯，阿伯應該。阿伯係嗌阿伯，但係就對嘅。阿伯按太啊，係啊。阿伯就好啦。收工不唔睇收工。唔好用，唔好用。你聽我記，記聽我講，是主人係運動叫了。用鬆先咧，咁運動叫啊，我阿伯行下叫啊，冇跑到你身體啊，我出錯啊。我唔驚啦，不過阿伯辦嘅好，阿伯講好來啊，我係朋友中嘅菜樣樣。來收工嚟哦。來啦，咁講，這片啦嗬，呢個事情啦，你睇是主人係運動叫嘅，有冇看阿伯全部裝好啊？我運動叫啊，阿伯下都買菜係咪？阿本嘅事情，用唔菜啊？用啊，用啊，阿伯叫啊，阿伯唔錯，阿伯我得安泰，叫，嗱，講啊，你生意我是阿伯啦，咁講啊，你生意我是人菜咧，你睇，村長嚟，夜晚見啊，夜晚上嚟嘅，打電話要做啦，好冇？啊，挨媽出去無限啊！地下都進來，地下都進，挨起身過嚟。媽過來嘛。點用啊？點用啦？係啊，嚇，一定用係啊。誒，咩？哎呀，唔講呀，唔做事唔講呀，便宜啊，佢喐嘅啦，蒙人用做幽靈晒啦。冇咧，嚇又運動叫嘅啦。係咪叫啦？出對吧？叫佢，唔係叫我，叫行叫哦。誒，做啦，誒，始祖係咁講啦，蒙人用做靈晒啦。用啊，我嚟等講。媽，你嚟煮搞飯呢？我送好父母菜的哈。來走。我一大早這麼認。你問他們咯。哎，我上課了，拜拜。咁講啊，嗌先講啦，誒，咁講。我等下。醫生，慢慢嚟講。哦，咁講啊，點啲啊？咩嗌先講啦，好啦，等一下啦。因為啦，阿父、阿太，你用佢先講，哦，慢慢嚟講。嗌先講啊，哦，咁講，點啲啊？早晨飲下嘅，阿伯早嘢嚇，嗱，本來辛苦做咩菜唔掂啊？見到你就全部副將，點啲嚇？嗱，本來啲嘅市場nhỏ做。阿伯要看好啊。係啊，你點喎？有樣喎？叫你這麼叫啊，阿伯咯。主啊，仲有人叫啊？我本來中菜冇錢嘅。乜你阿伯飯係咁高啊？全部我試咗冇啊？書唔記得帶。等下，阿英飛啊，來，要書啊？小燕又忘記帶書了。
你给他送去好吗？好，这边嘛，先换个衣服啊。好，夹夹哦，哦。铁轨旁边过2个路口。这乱谁看得懂啊？右边，算了。小五，你今天不用去学校啊？哦，你带我去学校找徐老师，不然我就跟老公讲。小五，小五，小五不要跌倒了，小五。今仔日啊，假片的嘛。刚，不好意思了，谢谢。来，写这一高兴喽。你这个老师真有一套哎，上课连课本都忘了带。我一时忘记了，不小心的。像你这样的老师，会有学生翘课一点都不奇怪。不是啊，是因为家务他哦。他们现在这种年纪正需要人家好好教导。我真怀疑你怎么考上教师资格的。哎，你凭什么这样说我啊？没有凭什么啊，凭你现在做的这些事情啊。听听哪行？聽幾叔講。哎呦，阿燕啊，啊講啊，邊個學嘅嘛？嚇，要拐毛啊，見唔見啊？嚇？阿公看下。叔公。嚇？講佢見邊要討好嘅呢？講啊，天數老公屬於好嘛？啊，來標下你嘅投降度哈，來肚臍全部標嗰啲啊，投降度哈。燕嘞，也細年嘅研究哦，心情無咁好。心情無，係因為研究無數到心啊。我想哦，我爸其實爸爸唔記得啦，不過我就提上去啦。你真不用下心了，要看事就搞崩啊。那就拜託唔該。咁我先來做你啊。好。但我乖哦。再見。是誰哈？
站长，哟，天气叔，来呀！又要拜托老感恩下心呢。好啊，那是。用野鸡笔，上摆阮去笔写，感恩哦，一看就比知道呢。哦，根本就记你的呢哦，你看几样啊？当真呢？来，错了。哦，电影拿了错了。你下摆对啥嘛？就写讲感恩阿爸阿妈当上演你啊，要当上我来看你，啊，不过就生理当无限，我特别出国，故所无法度来看佢，啊，希望呢，佢做得爱读嘢花，爱读书、读运动，爱乖，哎呦，佢呢，喊摆阿爸阿妈来看佢嘅时，对，啊，上架了。哇，咁呀，啊，但是较乖着诶，爱读佢嘅花。就一般人。好，来，前队欣赏好，来这边。好，后面的夹行。爸。阿姐呢？哎。你查到咗嘛？哦，我在聊着小孩来参观复查校校外教学啦，对不对？对。张总好。张总好。叶兄呢，欣赏两个排好队哦，来排好。校外教学。校外教学。哎，右总，收队，来，趁高兴的天当你，满心欢喜欢迎你，欢迎，嘿啊！阿姐呢呀？用的啊，阿叔有骗子哎，你真做对呀，你用的，有啥？嘿啊！哎，你是谁啊？你干什么？我市场查去姥姥啊，我要牵自行车去骑一下啊。回来！怎样啊要？干什么啦？嘿，你谁啊？干嘛这样动手动脚的？我还想问你是谁，跟我去警察。我牵脚踏车怎么样？去什么警察局啊？做贼还想抓贼是不是？说什么贼？说你妈贼！哇！怎样？你有回啊？干嘛？哎，喂，你有回啊？不要吵到客人啊！周马眼啊，齐有总，你干什么啊？陈芒果。怎么回事啊？你收尸体啊？嘛啥？对对了，莫名其妙的检查也不用打。阿有总呀，你用来么？干嘛无缘无故打我堂哥啊？他哪里惹到你？是他自己看起来像小偷。讲什么啊？小偷？你有看他们正经的小偷吗？很震惊哦，你鬼鬼祟祟啦。好鬼鬼祟祟。哎呦，好了啦，没
真紧迄哦，阮捡台市场茶，捡来捡去，说来捡到那边啊，阮当作切的。那个啊，我怎么倒都死啊！他自己贼头贼脑，谁看到都想抓。想什么？好了，吼，用沙哦，现在怎么办？连脚踏车也没有得骑。我就要做一天啊。捡嘛个呀？妈，我听说不能用沙超香的呀。你们要拿这个干什么？干嘛告诉我？幼稚。好呀。不是啊，是我想要谈一些事情，不想让我妈听到，因为如果我妈知道，表示我爸也会知道。还是不懂。不用懂啊，知道那么多干嘛？小燕呢？我会注意洗时间一加批的素材。洗时间？哎呀，记得嘛？唔讲你搞空年前的素材哦。哎呀，要摆你在盘豆。哎呦，莫讲啦！哎，好，落去。哎，你们要去哪里啊？秘密，干嘛告诉你啊？我弄懂啊。等一下啦，哎。健行健呀。小燕呢？干咩啊片？嘿啦。第一步。哎，走，输哎，哎，谁输哎？哎呦，怎么看？给你呀？我个。给掉吗？哎，有人看得到？天啊！哎，给没有？萤火虫哎。萤火虫啊！失翁，你没看过真的萤火虫哦？刚刚就看到啦。你不知道哦，我们小时候啊，像夏天晚上穿个拖鞋走到户外哦，就可以看到一闪一闪萤火虫，很多哎，像天上星星那样。不过现在看到没这么容易了。啊，无按过的啊，随便都按滚，你房间哦都被破坏都按哟。嘿啊。这个地方好像有听我妈形容过哎。你妈看过类似的景色哦？嗯。那你妈妈比你幸福。所以我嘛个。俺生哦，老这个读书翁啦，你们两个智力，一个2岁，一个2岁半。对啦。男生哦，不打不相识啊。不打不相识。嗯，对了，你们不是说要来这里讲什么不能让老板娘听到的事啊？对吼，啊，都你们两个啊，不打不相识，差点忘记讲正经事。哎呀，讲正经的，你叫我转来啊，我本来事情做呢。嘿呀，还有种，我老公，给有网友，我网友跟我说啊，明天那铁路局副局长会来啊。应该撑下机费，好好给他策划什么，让他好看。哎呀，你复查会停的，没某某人家现也唔系，听说我策划一下。你也来帮忙啊，多一个人就多一分力嘛。不然这样，你来帮忙，我免费送你火车时刻表。王副局长，好久不见，辛苦啊！哪里？哎，这个
我安排了一个业务简报，来，我们这边请啊。来，副局长，我有一封这个。 Q 三鲜肉阿婆讲法含糊转的，应准嘛，我去阿姨边啊，就拿个铁路 Q 牌安尼，报到天来啦。男主角反对 Q 三鲜停驶，反对 Q 三鲜停驶，去啊铁路局的副局长看到面就变态嘞，哦，你听没有？干咩？反对 Q 三鲜停驶，反对 Q 三鲜停驶。哎呦，很生气，很生气。阿嫂，你敢不个阿爷的起作用诶？ 错了。你有做嘛该会做到安用啊？当然迄边会反对佛茶去停驶啊。做嘛事先老板讲啊？事先老板讲敢唔好，毋免要讲个着，掠走唔得，假走唔得，唔好按用，这种抬头哩嘿。你妈都按用做，一天啊！当兵嘛，个就唔做开样吧。 你俩哪里坑啊？坑人家就用班输梅呢？好嘞啦，伊较做人咧阿爸诶，伊较做人咧某诶，你有知你嘛较好吵嘅喏。爸，你伫拄个年所许，手唔对插头亲有感情，你啊 Q 三线强强就停退。上班也看到伊三人咯，点点坐等咧，昂神，啊，应看就应感念。我现在老爸人听书啊。 俺娘做有嘛唔错啊，嘛会做嘛。怎么了？没事啊。阿燕呢？ 那你用好吗？你这样让我觉得我从日本回来是帮倒忙的。耀宗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站长不喜欢我们行动局啊，现在脸臭的不知道跟什么一样。可能是我们的方法对他来讲太激烈，不要想太多了。 我为车站做这么多事，最主要也是为了我爸。讲真的啦，我从来没看过我叔叔脸那么臭过。哎，不要说了啦。站长对车站那么有感情啊，那你现在为了车站的事情跟他吵架？ 我看他个性那么闷，大概比谁都还难过。哎，很厉害哦，没来几天就把我叔叔个性摸那么熟，很会看人嘛啊！我也看出你油嘴滑舌哦，大概交不到女朋友了。小燕，
嘿，妍呢？你就不要想那么多，反正赶快跟叔叔道个歉。他那么疼你，大不了你跟他撒娇一下就好啦。可是我不觉得我有错。哦，不是这样讲嘛。小燕，难道你要跟你爸一辈子都不讲话？我也不想这样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呢就去买酒，反正叔叔喝了酒什么都忘记了，好不好？真的？对啊，我叔他一喝酒，你问他什么他就跟你讲什么。你要跟他要钱哦，他钱包家当什么都给你，好不好？顺便买点下酒菜，走走走。可是我又不觉得我有错。哎呦，你现在不道歉，你就一直跟他不讲话，你们两个都一样啦，一生气起来都不讲话的。谁不先道歉？不先道歉就永远不要讲，对不对？快。健行健也。等一下哈。没关系。啊 ，Kimbo， 张总，上来吃饭。在洗手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在哪？爸，小油，去等你吃饭呢。吃饭。哎，可以开动了，来来来，吃饭吃饭。谢谢。阿寿，吃鸡碗。谢谢谢谢。爸，吃鸡碗。来啊，先给你哈。来，阿英飞，来，那个先给你啊，阿寿。爸。先看围巾哈。要吹咩音好声咩？系啊。爸吃饭啊。阿嫂，袂再搁欠阿燕的啦。其实枪上都我留去查条报下落听听诶。唔免伫啊，其做事情就无上按度啦。妈，你做事情凶比暗勇，路路虎虎。所以唔会欠伊的啦，伊按用心肝肚一干苦尔。那心肝肚，你有好过啊？爸，顺利啦，我欠你啦。爸。啊，来食酒，来紧，来，向下哦。阿叔拍摄。来来，敬站长。对啊。听话了。干杯哦！哎，你喜不喜欢喝酒啊？年轻人啊，让他喝啊。哎呦，夹菜哟。谢谢。哎呦，红抽呀。过来。哎，喝多一点，喝多一点。对啊对啊，我妈说年轻人你应该很会喝酒。Kimbo，那么讲法咯？我妈，你根本用阿讲害骂哦。还唔记酒咧？都是要死啊！还唔记酒咧？阿嫂，再喝一笔啊！站长。来来来，跟后生你干杯，干杯哦！哎呦，干杯干哦！杯哦！干杯哦！哎呦，慢慢点啊！对啊。啊，哎妈干，你还有上瘾啊？伊也唔是要啉啊，唔会啉的。看了轻松哎呦，过瘾嘛，走得了走吧得了。
是安多。你看啦，你看啦，你强要忘体啦。我嘛该嘛，了着休啥？哎，你酒量很好哎，再喝一杯啊。好的啦，不闹。你跟我 OK 啊？对了，吃饭比较不会醉啦。哈。哦，冻虫哦。哦，看起来真有人力啊。父母两毕业如弟弟吧，阎王哦。哟，来。哎呀。喂，这是刘英慧手机，她现在不方便接电话。那为什么不能接电话？哦，她喝醉了，在睡觉。哦，那你有无狸无猫啊？我看。王凯琳，听说吃加七人啊？你有滴哦？哦，拜托也嘛时间呢，按暗的，听说迄加七个，看去上乱哟，像你妈用的，缘投，上时代34的一两啥哦，迄无嘛该啦。啊，糖嘞？糖有提供。哎，喊你看嘛该，我做天晒嘛。哎，讲麻烦，天涯开头啦。怎么了？脚踏车链子掉了吗？我帮你啊。然后再压下去会哦。快好了。这么简单就好了。谢谢。OK， 你要不要试试？谢谢。其实你不像外表看起来那么尖锐嘛。我外表看起来很尖锐啊。说话的时候。哦。有一首歌的梦糖，用的，会弹吗？你会讲客家话啊？站长，热不热啊？要不要喝一点？哦，好啊，你坐下啊。哦。可以帮我吃饭嘞！哎呀，有别。老板娘。走，一起吃饭哈。
就是漂亮，哎，就会讲啦。呀，嘿，村长的村长说的。村长的村长。错啊，我是村长嘛。啊，村长的村长就是拿了我头了，站长了。哦，很好哦。哎，是翻啤酒啊？啊，站长，你对这个做陶可以翻自己的见解。你哦，对人生才有自己的哲学嘞。干嘛的？就会啊。我意思就是说，他会把人闷到死哦。哎，你的亲啊，你来找他做什么啊？其实也没什么啦。我是想请问站长说，我可不可以跟站长学陶啊？啊，你要学这个哦？哦，那你要有准备哦，你以后是我师弟，人家我也是有拜师学艺的哟，哦。哪一关系你做嘅啊？你有冇看到呢？啊？你有功，还请我面子。来吃。来，去玩去。你念奶哦，有好多人。啊，没事，在称赞你啊，好帅呀！我会认真学。谢谢。不过啊，来讲啊，我以前就一直倡议啊，按摩认真啊，按摩基础的啊，是磨很高哟。来，我等你汤姆森，光狗，没事，他说我漂亮，吃饭。客家菜啊。所以你也不赞成用价钱去跟他们拼咯？我有人来讲吼，有年我嘛用你查条。你对要在梯缝，你单枪会管型听听哦。